嫲嫲，你之前咧有冇收到啲好奇怪電話啊？有啊，有得嗰啲人打電話係我個女咯，唔係我個仔咯。佢話你係出邊遇到咩事我話我個仔我個女都係我哋身邊都冇係出邊接下來我為大家介紹兩種經常出現嘅騙案種類。第一種就係 AI， 即係人工智能。近期 AI 技術越嚟越犀利，連騙子都用埋。佢哋可以克隆你把聲，扮你親友打電話叫你過數，又可以用 deepfake 整假片，冒充名人叫你投資，仲有用 AI 生成嘅釣魚信息，真係逼真到會嚇親人。呢啲騙案成本低，效果好，老人家同公司高層最容易中招。記得聽到親友借錢一定要當面確認，同埋如果見到明星推薦投資，一定要上官網平台嗰度查證。如果收到可疑嘅信息，千祈唔好亂撳任何鏈接。而家 AI 越嚟越叻，大家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啊！有懷疑就打1822問清楚啦。第二個就係假冒香港官員。近排有班騙子好猖狂，專登扮警察、入境處同 ICAC 職員打電話呃人。佢哋會改電話號碼顯示，睇落好似真係政府打嚟，自稱係高級督察主任嚟嚇你，同埋會亂作啲案件嘅編案，話你犯法。咁典型嘅騙局流程就係一開頭咧，佢就會嚇你話，可能你張身份證俾人拎咗去洗黑錢啊，跟住就 WhatsApp 發假嘅通緝令俾你，仲要有晒政府 logo 添，跟住就叫你唔好話俾任何人知，最後梗係叫你過數，仲要咪必特幣添。要小心嘅人就係新移民㗎啦，獨居長者同埋保失過身份證嘅人。咁要點樣防騙呢？記得政府一定唔會打電話問你攞銀行密碼，同埋唔會用 WhatsApp 法院嘅文件。如果有懷疑，即刻打1822問清楚，或者下載呢個防騙視伏 App 去查返清楚個電話。接到呢一類嘅電話，最緊要保持冷靜，即刻 cut 線，再打返俾政府熱線核實，千祈唔好俾騙子得逞。咁你有冇試過喺小道市場咧見到嗰啲機咧，嗰啲篤篤篤嗰啲機咧？你有冇唔識用啊？有啊，試咗幾次啦，篤下都唔識用咁收尾就嗌嗰啲職人嚟幫我咯。嫲嫲唔使驚，今日我就用呢條片教大家如何從科技白痴變做呢個防詐高手。好啊，孫女，你用呢個什麼幫到好多老人家，多讚你啊！尤其呢個時候騙徒好多有得俾人呃錢呃到好多你要多幫助嗰啲唔識嘅老人家。收到你。咦，嫲嫲呢個886字頭嘅喎，一睇就知係詐騙電話啦。係咩？執招啦！哎呀，你睇下咁樣咧，啲詐騙電話就無從入手啦。應該就算我吧，呢冇說就先動，冇教人就先動個。